得越紧，空气越少，防腐效果越好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冷鹹菜，所以到现在还是保留着，对不对？对按传统，真传统。哦，已經喺客家人啦，因為我是客家人。哦，所以留着这个经验的传承。對。被逐渐遗忘的传统，源自农田休耕时转做芥菜，许多客家家庭就靠这一颗颗绿基弥补生计。我們冬季的時候賣一批福菜可以繳我們的學費，就把這個酸菜的福菜趕快賣掉，賣掉呢剛好給我們註冊，那我們就很滿足、很感動了。感恩延續，迎接建國100年，第1屆客家福菜節即將在公館鄉的忠義村舉辦千人踏鹹菜的活動，挑戰金氏世界紀錄，也有文化傳承的意義。這代表客家精神啊，勤儉、勤勞啊，然後把一個芥菜呢，把它分成很多的價值。因為芥菜可以分成酸菜，加工之後就變成酸菜，再曝曬之後就變成福菜，把福菜再曬乾之後就變成我們吃的梅乾菜、梅乾扣肉的那種。公館素有福菜之鄉的美名，30甲田地，年產量25萬斤，產值超過5000萬。入冬時序，遍地金黃，成了當地的特殊風光。到我們公館哈，大概是每年度11月份的時候，各個部落、各個地方呢，都是到處都有這個曬福菜。彎腰不畏辛勞，只求這份農家傳統得以在這塊土地上延續飄香。这颗福菜从制成过程当中，必须要反复的翻晒60次，所以在这里村长说，真的是富人家这一辈子跟福菜之间的感情是紧密相系的。它透露出了客家人习物勤俭的个性，同时它也是客家文化、庶民文化一个最好的代表。按传统，因为爱是客家人；按传统，因为爱是客家人。